大埔宏福苑5級火，至今超過128人喪生，係本港77年以嚟死傷最多嘅火災。喺呢128名嘅死者當中呢，有39名，我哋已經係確認咗佢哋嘅身份啦。咁喺餘下入邊嘅遺體入邊呢，大約有一半係喺單位入邊係揾到嘅。我哋相信呢係稍後時間呢都能夠辨認到佢哋嘅身份嘅。咁另外餘下嘅嗰40幾具嘅遺體呢，可能呢我哋仲要係用啲時間呢先能夠確認到佢哋嘅身份。另外呢，目前呢係我哋另外係有79名人士呢係受傷嘅人士嚟嘅。大約仲有200名人士呢個情況係未明。有提及過點解我哋唔使用呢個直升機喺呢次行動裏邊？我必須要強調，如果用直升機喺呢個火警裏邊掟水彈，如果喺個樓宇嘅上空投擲水彈，啲水係唔會係不會係會落入個火場裏邊，只會淋咗去一個大廈嘅外圍。第二，我哋要考慮嘅就係直升機駛近樓宇嘅時候呢，會有產生大量嘅空氣，會將個火警令到佢呢會更加蔓延得快，同埋更加大。另一方面呢，亦有人提到嗰個火警鐘，呢幾座大廈嘅火警鐘冇響到。喺呢方面，我哋昨天已經派出咗我哋防火組專責隊伍檢查咗8座大廈嘅消防系統嘅火警鐘，我哋發現咗佢係唔能夠有效咁操作。喺呢方面呢，我哋即將會採取執法行動。大火持續超過32個鐘頭後，火勢原本大致救熄，但去到星期四夜晚11點幾，有大廈再現火光，橙紅色嘅火舌由窗框位向上湧出，冒出大量嘅濃煙。焚燒超過43個鐘頭後，消防最終喺星期五上晝10點18分將火勢大致救熄。航拍畫面可見，多棟嘅大廈滿目瘡痍，當中雲窗角損毀最為嚴重。大廈外圍嘅棚網已經全部被焚毀，大量嘅竹棚跌咗落嚟，結構所剩無幾，頂層更加係嚴重燻黑。至於宏盛閣仍然剩返少量嘅棚網，部分嘅竹棚七零八落，但結構仍然維持到。而未受波及嘅宏志閣外圍棚網同埋竹棚亦都相當完整。中聯辦主任周濟以及率領工作小組來港參與救災嘅港澳辦副主任農融，朝早去到用作庇護中心嘅東昌街體育館探訪。呢個體育館係政府為災民設置嘅9個臨時庇護中心之一。每個庇護中心都有關愛隊協助災民，亦都有入境處嘅人員協助受影響嘅居民補領身份證明文件。